三个从来闹连连，穷下糖果安乐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欣欣。客家三个除了有娱乐嘅功能，歌词地图啊，也有一道人生嘅道理哦。有啲歌书啊，希望留記到豐富嘅人生經驗，做得深深下去，所以呢，會藏在歌詞地圖。今半日節目一開始呢，我哋就邀請到三個王子日去學川先生，佢來唱一首歌曲，希望做得鼓勵我哋後生人。我哋就來欣賞呢首《三個字》。人俊大病干后生，劝强十万五时间。你当好嘅歌词哦，係我哋嘅三個王徐學川先生帶來嘅哦。先生你好，主持小姐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徐學川。先生，我哋哦，你唱嘅特殊歌詞啊，都係你自家寫嘅嗬？係自家錯嘅。很會哦，喺我哋啊，你才做一年嘅通化字，你係要寫歌詞，係要得到獎係冇？係幾時嘅事情啊？2003年，做嘅通
客家委员会做个通化节的歌词比赛。哦，喊个歌词你还记得啦？还记得。今日念一下，本来你观众朋友听一下好吗？好啊。好来。通化上彩客家庄，一下开花满山江，千万的游客也来看哦，土著苗栗好地方。哦，还就听一段哦。通化上来唱呵呵，转眼一看就满山坡啊！开花季节时来到啊，大家共同唱山歌。哦，很强哦，很记得咯。我家做我都记得。咁你特殊歌词你全部记得起来啊？有到一下记唔起来咧。跳摆后生的时阵，马上我就记得起来啊。哦，咁我想问下，因为头先啊，老先生伫喺讲法先，我啲先生伊当来看解采茶戏啊，还就话我有谈过日记法案度吼，采茶热妆，天体就冰封。系吗？采茶入庄，天体就炮放병起咧。就병天唔是做咧哈，咁你看采茶戏嘅先咯。看到看睇嚟咩？哦，系啊，係你會啊？啊，你會啊？係啱啱我們走去打死咗，跳擺時咧。咁用眼去看，梗係采茶戲。家下乜計生法都冇啊，講到采茶戲嘅啊，做10磅就12磅哦，是看12磅。但冇是包住腳都破破嘅去咧。係啊，係貴婦下人窮下去啊。冇啦，就其他人看看啊，難就喺個嗰度，佢看到兩下子佢難嚟，佢冇事，眼裏就砰砰到。係咪聽人唱啊？聽人講。聽人唱啊，唱嘅歌。加減學。加減學哦，所以佢有啲歌詞咪係按入靈感想。有啦。入幫助嗬。入幫助。所以所有唱嘅歌都同今年下年唱嘅歌都咪重要，因為每年唱嘅歌都讓百姓上潤下潤讓咩調，即個係質去錯，就會調出來就。哦。個語言就會調出來歌詞。還有啊，我啲先生你當愛主動了解為所嗬，你簡單紹介一下你啲主動嘅好風光。竹東攏入來，竹東係實在跳擺前河、林場、非常好，水泥廠、貓個香貓個玻璃廠，哦，呢個心態廠啊，對竹東係發展得就非常好。慢慢啊，水泥廠就冇做咧嚇，玻璃廠又冇做咧，見就到出隻石油公司，但是呢，佢哋開發嘅時間就冇到竹東人開發啦，哦，就依個見嘅社會嘅變遷咧，慢慢咧就見改發起嚟咧，就冇按好嚟㗎。哦，所以。像個求師台個主動，到今日現台個主動，了到你做得一一細數了到歷史哦。介紹下來先生，你帶來乜個歌曲，我來介紹我啲主動了只好地方。哦，你下我來從平板來介紹。平板吼，咁我哋就實實來聽先生帶來嘅啲書平板。
有感情嘅山歌子，係來自闽南嘅蔣細妹唱嘅哦。文姊妹先生你好。嘿，主持人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文姊妹。先生，我想要請問你哦，因為有一段時間冇喺電視上看到你咧，唔知你最近啲無限乜嘅？目前除了在一個高雄市搞一個客家山歌班還個有限嘅時間咧，也係學愛現啊。學愛現哦，又唱山歌又學愛現，跟唔嘅生活當快樂個。先生，我想要問你你在高雄有搞嘅山歌班啊，跟唔嘅山歌班有幾班？目前有2班啊。2班哦。係。有幾多學生？一班有40人嘅。40人嘅哦。2班都係40人嘅學員咩？咁一度呢？差唔多啦。咁唔嘅學生嘅學唱山歌，真快樂嗬。可以係真快樂啦。佢哋學嘅山歌也係講要唱嘅流行歌曲。大部分係流行歌曲伊人個喜歡聽啦，因為學一個客家流行歌曲也係算啥推廣我哋客家文化係愛學客家話嘅話我是感覺到弄一個客家流行歌曲來學係個夾位啦。個夾位，因為佢嘅節奏較夾。先生，我係要請問你哦，你最近我啲講你有去表演，你表演嘅時間還有團體哦，嗰係乜嘅團體？係安尼嘅闽南客家八音，還個有楊秀芬出把戲團。八音老出把戲，按樣嘅表演，老你單唱唱歌有乜嘅冇共用？唱歌嘅話係融合咗一個客家八音彈起來非常嘅好聽也輕鬆彈。係一個出把戲除了有一個神通嘅對拍來講下個要有一個默契來配合嘅出把戲係行愛講話，行愛做戲哦。出把戲就普通係我哋有一首歌然後連串，然後中間有一個對拍彈起來個神通啦。就將嘅三腳齊採用就又愛講話又愛唱歌彈起來較神奇較生動樣。比如講送金彩啦、滿布啦、頭先當我有解釋咧一個安尼嘅戲曲看下戲咧，演下戲咧個神通啦。咁接下來先生愛帶來嘅係送郎呢首歌曲先生，你做得簡單，講一下呢個故事，也係講呢首歌曲有乜嘅特別嘅素材。一個送郎咧，因為北部沒有送郎歌一個送郎係我哋闽南我哋闽南沒有四大條嘅山歌呢，也就一個四大條之一在一個闽南一個送郎伊個意思係頭擺年兩公婆老公要出去做生意以為交代伊唔進來要從來買物嘅比如講頭到嘅歌詞啦如果唔愛進來我買枕頭吩咐伊講買個枕頭買到個鴛鴦枕安尼啦。係所以送郎嘅歌曲就係阿妹對阿哥講，你出去做事嘅時間要記得咯。還有屋下還有蔣細妹啲蔣細妹在等你哦。有樣出去做生意，趁到有錢咧，你就要買到禮物來送入口嘅本樣子也得啦。嘅你就來聽先生唱嘅呢首送郎歌曲個。請聽送郎係歌曲闽南地區特有嘅山歌。接下來就來欣賞文姊妹先生帶來嘅送郎。
思。